大家好，我是孟青老师。今本日图大家做的是润汤，是凉骨润汤。你爱用到一种蛋呢，这种蛋呢冇有磷呢。係有好偏有咩冇相干。這種蛋呢最高差唔多係比呢細個比較高啲，喂，按樣炒起來會較好炒，咪較好潤湯。所以你哋下開始咯，睇下聽定係做潤湯，你先留你嘅身體受暖起來，然後鏡頭提起來，卡卡個的喂，然後天天的變下來，個卡卡個的喂，將天天的變下來，我來一邊咯，天天的變下，將天天的變下來，好，然後做係兩個潤湯，你攞手變到頭前來。目睭看人笑，身體有一點嘅寒背，打開來嘅時節啦，停響目睭看木蛋，個下來，入邊係頭氣哦，腳我出嚟咯，打開來嘅時節，目睭看木蛋，過來，再打開來頭氣，用鼻孔吸氣，打開來，同一下你嘅兩骨，張開時間慢慢嚟做唔怕。我記得頭氣哦，過來，打開來，腳我出力，肚臍我出力咯，看起來咁簡單嘅動作，全部我出力，過來哦，最尾一邊，下半一邊恐龍係四面龍誒，老手騎過來，目睭看手，變下來，個吸氣。下來，我記得腳我出力，兩個我填堂，呢邊係寒背，呢邊係天香，我兩個我填定嘅手做潤湯，過來，腳出力，肚臍出力，目睭我填定嘅手下來。個上去，繼續個，手喺再卡卡高啲位，只老手唇切，兩邊慢嘅手，全部我記得叫我出力，都是要出力，最重要嘅係要頭氣哦。下一個動作，你手啲當背，切插下來，變到身體頭前，打開來，像小花嘅人橋嗰種嘅，我兩個行喺度停練停堂咯。你係冇看手哦，看木蛋，停響嘅時節全部看木蛋。喺這個做得當好，天天的來唔怕哦。喺做得全部老手存起來，同時係你嘅兩骨咯，留喺你嘅肩頭。停啲入邊就係，感覺我腳出力，肚臍出力，手向頭前，啱個肚臍要向後背哦。打開來嘅時節停響，佢說我腳我出力，肚臍要出力，就唔會傷到這位哦。小心向木蛋，過來，入邊係頭氣，吸氣。你也發現整條位哦，啲當背下來，手個碰練手，個上來，入邊，
可能嘅手，兩個嘅天堂喺做得，嘅腳咩做得停嘅天堂，打開來嘅時節，停響，關起來嘅時節，寒背，腳全部當出力，肚臍咩當出力。當好你下來咯，看手，送上去，寒背，你邊停響，寒背，你邊停響，從日頭當太唔該，地靈日頭當係。最尾一邊咯，一路手柄下來，厲害你老緊手徛起來，請強強嘅柄對你照片嘅耳孔，強強嘅來都好了，鏡頭冇停你上來哦，手徛過來，柄下來，揾左手徛起來，明得你嘅鏡片嘅耳孔，向照片去徛起來。個柄下來，過來哦，強強嘅都好了哦，唔好留耳孔翹彈睇咯，柄下來。我感覺在翹啊，身體彎到一度，過來，睇，最尾邊。你下留正手徛起來，左手要徛起來，正手翹連左手向正片去，放起來，你下邊跳去，起起得動，彎片，因為你喺手來練手，可是佢會比頭前嗰隻動作較大啲嘅。你哋做兩邊以後，你做得停一下，跳到喺左手嘅左片嘅柔嘅長毛，嗰個過到彎片，你看到啲邊停一下，上來最尾邊咯，全部停一下，做得較下起啲位嘛，下起啲位唔係腳下老都是要出啲咯。等我上來，彎片，好上來，你下手柄下來，你下滑到左正片去，彎片滑到左片去，我腳啊，我有一點咪向頭前向後背，唔好留住片嘅師傅徛起來哦。轉到那邊就看到那邊去，彎片，我再轉再倒，停一下。最近看到那邊，天天嚟轉來，張彎片，停一下，最近看到那邊，係唔係一擺比一擺較熱？最尾擺哦。你可以加手哦，唔攞我正手打開來，木足可能手嘅地方係寒背轉來，個打開來，木足可能手嘅地方哦，寒背轉來，停向出去，個滑到正片轉來，個打開來，轉來，個打開來，轉來，個打開來。
好哦，你哋好，啲啲要停一下。入擺喺最人嘅地方冇？再來，嗰塊多照片來，停一下。係，過來。唔看你嘅兩骨，咁樣糖嘅方向要同到嘅哦，最少要6個，差冇？所以睇自己做得單一，咁樣做一下哦。最尾邊，你哋下啲啲歇困一下哦，調氣一下。睇自己頭先做到動好，你哋下繼續個先動一下腳，頭先做動到身體，差冇？然後動到手，你哋下先動一下腳，然後腳嚴強下，腳出頭，然後腳盤全部嚴強下，你下先打開來，嚴強下，打開來，嚴強下，嚴強下嘅時節啦，腳出頭，然後腳盤全部嚴強下，當然啊，全部按樣片，又係按樣片，所以腳盤然後腳趾頭全部嚴強下，係當好，過來哦，腳要出力咯，所以變下去嘅時節要出力，肚臍沒有出力，合起來嘅時節沒有出力，過來，係當好，你下要打開來，向頭前向後背，正腳頭前，左腳後背，壓起來，左腳頭前，正腳後背，壓起來，係過來哦。腳趾頭啦，腳盤嚴強下嘅時節，全部係強下，唔好開開哦。嚴強下唔太腳臂嘅地步呀，肉會出力，唔係開開就唔會出力咯。係，睇自己做嘅時節啦，腳會出力，肚臍會出力，個面要較小啲位哦，唔好面超超嘅哦。係，過來哦。你下睇自己全部做到當好，你要加動作咯。正腳向頭前，左腳向後背嘅時節啦，你留身體轉到正片來。唔做得輕人屁股，唔咩做得輕人下顎，變啲下顎入邊，將個嚴強下手變下來。到左片嘅時節全部強咗，個下來嚴強下，正片過來，左片。過來，正片，過來，轉到東昂手邊下來，下來，錯，你喺手老腳向下練錯嘛？入邊係吸氣，入邊係透氣，轉來嘅時節啦，手老腳向下轉來，向下轉來，讓到做正片。用到左邊，正片，左邊，縮嚟以後，睇自己都係較夾嘅喎。剛開始嘅時節，睇自己無亂睇伊唔跑，天天嘅咯。最尾邊。你下老手變到等嘅當背，身體一點點嘅向後背，腳趾翹起來咧，錯冇？你下兩隻腳啊，嚴強下，向下彎起來，唔好踢高，踢高唔是會打光馬個下去。腳要出力，肚臍咪要出力咯，肚臍冇出力啦，腳翹唔起來，來放起來，順起來，放起來，順起。係天天嘅來哦，企起來，唔講喺腳切頭樓，腳盤全部嚴強下，順切咪強咯。有個動作啊，肚臍會動搖，錯冇？捱啲，嗰一邊都好，停啲啲邊，啲啲邊，然後腳盤翹起來，
掀下去，翹起來，掀下去，翹起來，掀下去，翹起來，掀下去，嗰一邊都好，你下變下來。當天咪什麼？你下一隻腳彎，一隻腳切，正腳彎，左腳切，然後左腳嘅腳盤翹起來，正腳啊腳盤掀下去，彎腳。你下兩隻腳就冇一天會嚴強好，因為一隻腳切，一隻腳彎，過來，過來，一隻彎，一隻切，一隻彎，一隻切，過來。我記得頭戲哦，腳唔是卡當個，一隻要彎，一隻要切咯，過來。最尾一邊，你下樓腳邊下來，我都是係咩當然，都是在靠靠啊，大腳臂，地波咩在靠靠啊，摸波咩在打打，行過頭前。你下強鬆而係話，你就繼續個，好，你下樓腳趾頭入向下，腳掌腳趾邊到天下下，個順起來，個一邊，個順起來。嗰一邊，個順起來，嗰一邊，嘿，我腳趾頭全部係岩向下，過來。你喺頭前嘅動作天咯，聽下行右拍的哦。好，聽嘢嘿，腳趾頭分開來，腳掌岩向下，順接，腳趾頭分開來，腳掌岩向下，過來。我都是老腳全部係出嚟咯。哦，你做個咧，腳趾頭岩向下，腳掌分開來；咪做個腳掌岩向下，腳趾頭分開來。你係向下岩，你向下做喎，來腳趾頭岩向下，腳掌分開來。你係腳掌岩向下，腳趾頭分開來，向頭前，過來喲，繼續向頭前，繼續向頭前。唔得開始做嘅時節啦，做得變到天下下冇相干咯。過來。腳一出力就唔可以舐唔甜痛，冇腳啲天下下咪舐唔甜痛哦。過來，過來哦，自己嘅腳趾頭去岩向下，過來。最尾一邊，你哋下變到咗來，腳趾頭先打開來，腳趾頭再岩向下，腳趾頭先打開來。爭岩向下，唔知天時咧地方岩向下，日咧地方分開來喲，錯冇？腳掌岩向下時隻腳趾頭就打開來，腳趾頭岩向下時隻腳掌就打開來，就咁簡單咯。都是用一點嘅力，我腳就做得甜痛咧。順起嘅時隻來轉來，像花野人橋嘅個出去，係，最尾一邊。你下啲呢位腳趾嚟錯冇？你嚟打開來啲呢位，一般都好，個合起來，個打開來，個合起來，個打開來，個合起來，打開來時隻腳嘅合下去，身體過起來，合起來時隻腳踏下去，身體過起來咪強壯哦。係，所以我嘅腳啊，老都是全部啲家出啲，出嚟咧時隻啦。面咩要較小啲位哦，嘿，我從頭做啊，要做到面超超有冇？學生係全部人係講情緣錢嘅關係啊，咁係咁樣。來喲，打開來，打開來，嘿，當好，打開來。你哋下花不是班錯冇？你係花人橋位嚟哦，向頭前，一班花人橋位呢邊，所以我腳啊，用花人橋位。動作繼續哦，你下點到咗來哦，成來入來，打開來，正向頭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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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睇住個做到當好，過來哦。
腳趾頭岩向下，打開來，張向頭前，岩向下，打開來，張向頭前，係當好，最每一邊。你可以做乜㗎？你可以攞頭前嘅動作做一邊，啱過你嘅腳離開天嚟哦，來，呢啲入邊，岩起來，腳踭岩起來，係腳趾頭岩向下，腳踭岩向下，向頭前。腳趾頭岩向下，腳踭岩向下，過來哦。我記得頭起哦，係咪離開天嚟下較快做？因為冇好偏，錯冇？過來，彎偏咯。腳趾頭打開來，腳趾頭岩向下，向頭前。腳趾頭打開來，腳趾頭岩向下，向頭前。過來一邊，係繼續哦。巧咧，你只做較夾到誒，腳全部會出力咯。腳不用下來，不用你天下下，你還有啲動作錯冇？把人橋誒錯冇？把人橋咪要離開天下下哦，向頭前，來咯，打開來，向頭前，打開來，向頭前，係，翹到動往張向頭前。跳到動張向頭前，過來喲，過來，最每一邊，滑過來喲，點多邊呢？向頭前，過向頭前，最每一邊，睇住做到當好，好，咁每客場都到入邊哦，睇住全部做到當好哦，你下一擺，我繼續來潤湯哦，拜拜。